乡亲啊，咱回头继续来讲这两件引发着争议的电影《世纪血案》，是改编真实的事件林体命案。这是发生伫1980年，当时做生意员的林义雄，伊的妈妈甲一对相识查囝去互抬死，到今也未抓着凶手。伫法院的争议长尤锡坤讲，伊当年嘛互当做凶手，审问20外届，到即摆拢还会做恶棒。省议员林义雄的出院。 伫这个拜四下晡发生凶杀案。时间来到1980年2月28，当时台湾审议会议员林义雄因兜，当日美丽岛事件头一届公开审讯是真敏感，伫咧特务严格监控之下，林家竟然发生灭门血案。林义雄的老母林尤阿妹，佮有一对6岁双生仔林良君、林丁君，拢互杀死亡。林义雄的9岁大汉查某囝林焕君嘛受重伤。那天中午，惨案发生之后。 那有神秘的电话打去这个金琴西餐厅，但是没有讲话，过了几秒钟就挂掉了哦。这个为什么在国安局的内部针对这种监听电话把它冲洗掉了？疑案林家血案到今已经46年，也未侦破。今麦所予电影《世纪血案》来改编，毋但无问过当事人，网络流传剧本，甚至暗示凶手是台独的先派苏明，互苏明基金会讲真喊过，是咧伪造事实。 实际上，当年红冤枉的，阁有前立法院长尤锡坤，伊伫咧面册铺文，讲家己不是嫌疑人，互调查局约谈20外届，敢若查无互写名出来。伊到当也阁有关心惊惊，林家是要安怎通好平静？不敢接任何的电话，你可以想象，随时会有人拿着开山刀冲到你家里面。 不是你们这些演员们说的没那么可怕。立委区议员的老爸区某男，当年因为参与美丽岛的事件红抓起来，嘛，互当年才8岁伊一个仔就捌代志，讲到林家的血案煞忍袂牢后甜，一出争议的电影杀青，煞吸到人真歹好的空嘴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